一場俾丘吉爾抱憾一生嘅戰爭。英國被譽為日不落帝國，幾十年前喺全球擁有多個殖民地，特別係喺東南亞地區，新加坡便是其中之一。二戰爆發之後，日本入侵新加坡只係時間問題，英國早已經對此有所防範。根據當時嘅情報，日本計劃通過水路攻擊新加坡，因其海軍實力強大。因此，英國喺新加坡部署咗重型火炮，以確保抵禦日本嘅進攻。可惜，歷史並未依英國預設劇本發展。日本喺侵華戰爭之後，迅速佔領海南島同越南，並從馬來西亞陸路進攻新加坡。呢一攻擊策略令到英國始料未及，甚至未採取任何防範措施。結果，駐守新加坡嘅9萬名英軍被日本士兵擊潰，退至市中心。丘吉爾希望英軍能夠戰鬥到最後一刻，但佢明白自己需為失利負責。即使英軍最終選擇投降，丘吉爾並未責怪佢哋，反而反省到：我早該知道，我嘅顧問亦都應該知道，早該有人意識到日本可能從陸路發動攻擊。當然，我亦都應該主動詢問。我曾經提出過幾千個問題，但從未考慮過呢一點。因為我從未諗過新加坡竟然未設防陸路攻擊，呢個就好似一艘戰艦下水嗰陣不可能冇船底。丘吉爾自責未提前考慮新加坡遭陸路攻擊嘅可能性，並意識到自己思維嘅盲點源於對一切嘅理所當然。佢認為船當然會有船底，船東唔需要特別詢問造船廠，我嘅船會有船底咩？呢個係常識。根據墨菲定律，一啲可能出錯嘅事必定會出錯。而我哋認為理所當然嘅事，往往係錯誤嘅根源。丘吉爾喺新加坡嘅失利顯然係巧合。9萬英軍向日本投降，對佢而言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羞辱嘅一戰。